有嘅金曲奖传统同艺术音乐类按部头举行颁奖典礼，客家也系客家音乐人嘅作品，总共系有7项入围。不过除咗评审团奖嘅玻璃爸爸、林伟之之外，其他包含张永天音乐总系、李清洲4年剧团嘅曹切口剧场音乐原声带，还有屏东嘅联络会社嘅客家话总系，全部嘅冇得奖。我美丽像像水落，也美丽像像坠落。小小世界看天空。初来女子玻璃爸爸林如子以阿美嘅配领下出席亮奖，入选古法入不选举。37岁好成功嘅林如子，去年还留了唱片，67.5公分嘅天空，鼓励其他嘅参众朋友入目注意对，进行本年度感图。每本季得到了金曲奖传统老艺术音乐作品类评审团奖。因为这张是福音专辑，那我为这张唱片也付出了很多的心力啊。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唱片当中看到一个生命力、坚毅不拔的精神，也希望社会大众都能够向生命挑战。因為雖然佢咱人無窮樣嚟講，佢根本就應該成就，我當然真歡喜啊。我其他嘅客家相關作品，從係客家版音嘅長榮興音樂專輯，另一擺係議會兩項。偏度人聯絡過小嘅學校會，名議會嘅最佳主圖樂曲專輯獎，5個都冇得獎。我們很用心，因為當初我們本來就沒有預設要來比賽，只是我們想說用心給孩子留下一個回憶。那自然我們也做了，孩子的回憶也留下來了。我想這就值得了，我們會繼續努力。以前就4年劇團嘅曹切口劇場音樂演唱會議會3項，到到劇團人未停下來參加典禮，5個東大上屆係未冇得獎。5個變托流量人希望劇團能擺做得住客家好嘅表現。本來可以吃牛排的，現在只能吃牛肉麵啦，很開心，很開心。我覺得，要繼續努力，就是新的作品，然後舊的作品還可以有機會再演。我們還能做什麼就多做一些吧，很開心。將一擺要當到作品都冇得獎，我大家肯係當樂觀，希望能擺做得住客家好嘅選擇。下正通明報林超烈對報道。